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远东化纤公司新埔厂昨接煞来发生着油气外泄甲火灾，害住伫个德北高铁附近的居民拢闻到臭味，唔敢开窗仔门。业者讲，发生着油气外泄的是供应煤炭厂热源的水炭炉，第一时间已经停工来抢修，是要到昨暗的9点，又搁传出着火灾。新竹县长杨文科嘛要求厂商全面来停工。 远东化纤厂内导火，尤其是导火点是供应热源的油槽，相关人员唔敢大意，随出动5个分队90个人到现场布水线拍火，同时控制火，卖乌白炭。引起火灾原因大概是因为它的热煤油道生泄漏所引起的。那燃烧面积大概比平大。 其实早伫导火前4点钟，现场就发生漏油气的情形，包括厂区附近德东区的居民拢闻到，甚至连新德市的市民嘛去闻到怪味。第一时间，生产线先停工，消防人员先拦水降低浓度，环保局嘛到现场进行采样，作为罚钱的根据。想不到所来导火啊！至于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感到对新竹县乡亲非常的抱歉。那我们。 当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路在处理，我们并没有说放着不管。我们也立即下令这个远东化纤让它停工，我们会强力的在现场督导，让它的彻底改善。 附近的民众拢唔敢开窗门，啊那漏出去的导生油，依照安全资料显示，虽然无毒性，不过若数伤济，会致使讲呼吸道也是肺部受到刺激，出现头壳疼的情形。除了讲环保局会开罚单，县政府嘛要求远东爱随改善，也若无会去危害到居民的安全。